英國百萬青年又唔讀書又唔做嘢。英國有近百萬名青年，既唔喺學校又冇工做，官方叫佢哋 NEET， 唔升學、唔就業、唔接受訓練。根據 Resolution Foundation 嘅報告，現時16至24歲嘅 NEET 人數大約94萬，比2年前多咗20萬。呢個唔係短暫現象，而係一個制度徵兆。政府解釋話，許多人因為健康或者殘障而無法工作，呢個講法冇錯，但掩蓋咗更深層嘅問題。疫情之後，精神健康問題確實增加，但比例唔足夠支撐咁大嘅失業群體。社交媒體仲催生咗一個新現象 Sickfluencers， 呢啲人在 TikTok 等平台分享自己嘅病痛經歷，吸引共鳴同追隨。有啲甚至教人點樣用特定關鍵字同描述，提升申請殘障福利，如 PIP 嘅成功率。The Guardian 形容呢個係一種以病為身份嘅文化，令退出社會變得可以被認同。福利制度就令呢個趨勢更加穩固。英國嘅 Universal Credit UC 原本係安全網，而家卻變成誘因。青年即使唔工作，都可以靠 UC 同住房津貼過活。如果重返職場，每多賺1英鎊就要失去55便士福利，再加上所得稅20%同國民保險年約8%，實際邊際減收率高達7-8成。喺呢種結構下，工作雖然仲有收益，但同所付出嘅時間同精力相比，回報真係微薄。對唔少人嚟講，努力未能改善生活，甚至可能令實際可支配收入更加緊。更大嘅問題係邊緣福利，只要維持 UC 身份，就可以享受一系列額外優惠，例如 Job Centre Plus Travel Discount Card 可以喺全國鐵路同部分巴士線享有50%交通折扣。失去 UC 身份，呢啲支援即刻終止。對低薪者嚟講，光係通勤同租金開支就已經夠抵消新增收入。退出安全網嘅代價太高，搞到好多人寧願留喺入面。政府試圖用懲罰式政策解決問題，所謂青年保證計劃 Youth Guarantee 要求18至21歲失業者必須求職或者接受培訓，否則就要削減福利。但呢個制度早就被形式主義掏空，只要登記、提交履歷、敷衍面試，就算係積極求職，官僚冇法驗證誠意，青年都唔需要真心改變。福利過厚，工作過薄，監察疲弱，三者交錯，造就咗一個世代現象：躺平係理性選擇，呢個唔係懶惰，而係算盤。當制度令努力唔值，脫貧唔易，社會嘅上升通道就會慢慢生鏽，教育失去力量，勤奮失去意義。要扭轉現狀，唔可以靠削減同恐嚇，問題喺結構，唔喺人。依家 UC 基礎額過高，迫使政府設定過陡嘅遞減率。如果調低基礎金額，就可以同時放緩扣減，令工作回報更加明顯。另一個方向係引入低水平嘅全民基本收入 UBI， 以簡化制度，減少漏洞，確保安全網仲喺，但唔會困住人。青年唔係冇志，而係被制度困住，要佢哋重新出發，必須讓勞動重拾尊嚴，讓付出真係可以改變生活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